去香港開咗50幾年嘅懷舊鐵板扒房，再去深水埗老派散步。大家好，又係我 MC， 今日專門過嚟太子呢邊食扒，幾乎都係本地街坊嚟食，環境好窄，甚至要搭台。落單嘅都係資深員工，咁先證明呢間嘢係好食。坐低先食個餐包同飲羅宋湯，個餐包好似好求其，但又好鬆軟。羅宋湯又酸又辣，好正。我點嘅係5成熟牛柳，揀咗黑椒汁即場淋落去，新鮮到鏡頭都蒙晒，一定要攞紙巾擋住，唔係啲汁呢飛晒出嚟。我仲加咗2蚊蒜蓉，2大嚿牛柳睇起身就好正，黑椒汁呢好香好濃郁，鹹度啱啱好。店員阿姐見我食下唔夠汁，主動幫我加。鐵板呢，我最中意食呢種粗薯條，同埋脆肉瓜呢好腍，好好食。再點翻杯白牛，上面係雲呢拿雪糕搭配雪碧。一路食一路飲，好似細個飲麥香酷咁。2嚿扒食得超飽呢，先200唔使。去香港嚟講呢，真係算抵。佢哋仲有幾十蚊嘅午市套餐，大家有興趣呢，可以過嚟試下。食飽呢，就可以順便行去隔籬深水埗 City Walk， 有好多得意嘅店仔同咖啡店。我每次呢，都會嚟呢間雜貨店，好有日本昭和時代嘅感覺，裝滿好多香港本土、日本進口嘅服飾同小玩意，風格古怪又好玩，可以慢慢尋寶。好啦，今期嘅香港半日遊分享就到呢度，下期再見啦。